9號位添，佢直頭自己放添啦。但係呢場唔照計唔好咁傻啩。其實佳運發我睇未必快得過佢嘅，即係佢用佢自己速度咧，擠咗出嚟之後咧，其實唔係有幾多隻馬可能過得到佢嘅啫。但係如果你估阿飛係年年有型，可能佢決心大啲喎，今次跟埋嚟。12都有啲 Q 啊，落緊嘅啦。咪足時間夠晒㗎啦。啱啱踏正40分就夠鐘。不過英勇快車咧上班啊，得個50幾蚊啊！上次喺4班贏嘛，20倍 win 嘅。但係佢2次跑得好咧，都係縮到好後喎。反而之前輸即係過唔到隻太陽星嗰次咧，即係咬翻前啲咧就冇後勁嘅喎。即係今次佢係咪又係要留到包尾嚟跑咧？不過上一次佢咁樣贏法咧，我有少少歧視嗰啲佢後邊嗰呢個終點嗰啲馬係啊2、3隻。頭先嗰啲納德金就出咗，再出咗輸咗啦。114嗰場啊，仲有特別美麗啊！好啦，馬都開始入緊閘，嗰啲大財嗰啲入咗閘㗎啦。仲有一檔嗰隻展鴻威啊！哇！但係10號嗰啲飛唔係講少喎，39落31㗎咯喎。Case 大熱一嘢㗎係嘛？冇一嘢都2嘢㗎啦，最多都係過咗1分鐘㗎啦。咁輝煌精英呢個梁家俊呢個騎師王都好緊要嘅喎。都冇啦，其實我已經投咗行㗎啦。頭先嗰隻大球開心得個第3就等於輸咗㗎啦。咁呢個 win 咧，win 反級啊即刻。咁你後邊，睇埋啲對手咁你後邊咧仲有布文啊，仲有2場喎。好啦，而家大熱啊，轉咗去隻10號嗰度㗎啦，包裝名區係3倍㗎啦，咁亦都入剩3隻啦，第8場我哋交啦。都係上次贏緊嘅，最後入閘係輝煌精英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8場賽事3班1200，大熱喺10準備。黃旗舉隨時起步啊！英勇快車嘅騎師企高咗身。好啦，輪到瑞奇威風咧，就喺閘入邊都幾扭計。哇！啲票數都有少少周圍變嚟變去啊！英勇快車嘅騎師啊落咗馬先，冇問題嘅騎師就。瑞奇威風嘅騎師情況亦都一樣。唉，嗰隻大財㗎，唔係大財嚟㗎喎，嗰隻係瑞奇威風。即係鬧錯咗啦，而家係鬧錯咗。騎師落咗馬嘅，搞白色震粉紅色嘅咁啊，搞到嗰隻英勇快車都發埋脾氣啦。或者飛就現晒形咯喎。5號嘉運發、展鴻威、包裝名區、年年有型4隻6格啊！哦，跑喎，繼續喎，隻瑞奇威風。哇！但係頭先佢嘅包裝名區咧，閘前咧最後一陣，我見佢已經落到29㗎啦。咁即係話啲回合彩池一打落嚟之後咧，將佢打翻上36嘛。因為個3隻都係落返直因為展鴻威都落得多㗎，62啊，嘉運發10倍，年年有型冇咗一半㗎啦。好啦，2隻都跑啊！重新入閘，3號同埋9號。好，我哋再交啦。好啦，英勇快車騎師亦都上翻馬。好，英勇快車重新入閘，瑞奇威風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8場賽事3班1200，大熱係1，黃旗舉起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就解運發啦，中間有輝煌精英啊，咁啊第3位嘅馬近啦，出邊63呢就年年有型啊，中間黑山勁進非凡啊，最出呢仲有隻愛馬線啊，內欄63白帽就展鴻威，大約跟住個第4度啦，再後邊嘅話內欄紫色衫英勇快車橙帽就雷神太保啊，後邊4隻啦，有瑞奇威風大財啊，藍白環間3響外邊大約尾3度呢就包裝名區啊，暫時殿後呢就係嗰隻星運翱翔嚟㗎，好啦佢轉彎嘅時候咧，前面放嘅馬咧就係嗰隻輝煌精英噶，咁啊跟住第2位啦，有呢隻就愛馬線啊，第3位原欄慳咗咧，有展鴻威，中間佳運發啊，出邊啊年年有型啊，內欄紫色衫等緊位，仲有英勇快車攞出去外邊追嘅嘛，勁進非凡啦，最出仲有2隻噶，雷神太保同埋包裝名區啊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輝煌精英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咁啊後邊嘅馬原欄傳上嚟有展鴻威，中間呢咁啊仲有愛馬線啊，英勇快車嗰啲馬星運翱翔亦
亦都喺入邊追咗好多，最後100米到啦，輝煌精英呢就將後邊嘅對手拋甩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愛馬善啊，展鴻威第3，英勇快車跑第4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好啊，好一正路啊放到底啊！就係輝煌精英臨尾大熱，睇下係咪都係佢咯？咁都係啊直頭應該係3大熱門添嘛，係嘛？有機會。啊唔係啊，包裝都啊好熱嘅唔係喎，唔係喎，愛馬仕，愛馬仕唔係。 1269啊，愛馬仕田頭好嘢啊，埋到2碟。咁啊，今場好輕鬆贏啊！即係輝煌精英，梁家俊終於贏馬啦。唉，如果頭先嗰隻贏埋咁啊，叫晒糊啦。咁啊，田泰安嘅愛馬仕咧跑埋第2嘅，第3咧就係呢個展鴻威啊，班德禮。咁啊，都係前置馬控制晒大局嘅喎嚇，就完全冇得追嘅，2隻放頭馬加隻包蝕馬，因為步速都唔快啊，標準㗎咋。唔使咁早放棄係咩？其實而家到底梁家俊有幾多分啫？即係 head 到幾多分啫？你唔好氹我係啦，你你唔好氹我開心啦好似仲有機會咁樣。之後仲有座騎咁啊，第8場睇睇個暫定名次1號、2號、6號、9號總時間就係1分08秒81，可以睇翻呢場嘅重播。黃旗舉起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就解運法啦，中間有輝煌精英啊，咁啊第3位嘅馬近啦，出邊63呢就年年有型啊，中間黑生勁進非凡啊，最出呢仲有隻愛馬仕啊，內欄63白帽就展鴻威，大約跟住個第4度啦，再後邊嘅話內欄紫色衫英勇快車橙帽就雷神太保啊，後邊4隻啦，有瑞奇威風大財啊，藍白環間衫響外邊大約尾3度呢就包裝名區啊，暫時殿後呢就係嗰隻星運翱翔嚟㗎，好啦佢轉彎嘅時候咧，前面放嘅馬咧就係嗰隻輝煌精英啊，咁啊跟住第2位咧有呢隻就愛馬仕啊，第3位原欄慳咗咧有展鴻威，中間佳運法啊，出邊啊年年有型啊，內欄紫色衫等緊位，仲有英勇快車攞出去外邊追嘅馬，勁進非凡啦，最出仲有2隻噶雷神太保同埋包裝名區啊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輝煌精英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咁啊後邊嘅馬原欄穿上嚟有展鴻威，中間呢咁啊仲有愛馬仕啊，英勇快車嗰啲馬，星運翱翔亦都喺入邊追咗好多，最後100米到啦，輝煌精英呢就將後邊嘅對手拋甩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愛馬仕啊，展鴻威第3，英勇快車跑第4啊。好，我哋睇睇第8場呢個預計派彩啦，贏馬嘅就係1號啊輝煌精英，獨贏派36蚊，位置派13個半；第2名係2號愛馬仕，位置派37個半；第3名就係6號展鴻威，位置派18個半；而第4名就係9號英勇快車。1搭2連贏派216個半，二重彩咧就派318蚊都蝕水啊！3重彩就派1686蚊，而單貼就派418蚊。位置方面啊，1搭2派68個半，1搭6派48個半，2搭6係派151個半。總時間又唔錯喎，1分08秒81。不過頭馬就贏嗰個2個半馬位嘅。打得晒㗎啦，重網打得晒，其實其他馬就相對普普通通啦。因為愛馬仕其實都跑啱晒自己嘅 pattern 㗎啦。都差㗎啦，喎人哋132磅，你哋嗰啲手好位嗰啲完全逼近唔到。咁後邊追對比較好就應該就4號啦，就星運翱翔啊。係啊，一陣間可以留意下布文臨尾啦，又好似係咪冇望空嘅？其實都佢應該懟咗埋佢人哋嘅馬 pat pat 係有啲窄咯個位，不過可能即係都可能差唔多其實。係丁師傅啊，頭馬甩晒。今日手馬都叫幾精英盡出㗎啦，咁啊係咯，頭場啊擺隻永勝金區出嚟跑第2，呢場輝煌精英熱門，之後有大浪淘田同埋尾場嘅老班精神啊。咁啊，騎師王而家阿梁家俊贏埋呢場係34分㗎咯，32分㗎咯。 2 win 2個第3，跟住就呢個。但係布文都廿幾㗎喎。布文24。係咯，布文一個 win 就過頭嘅。楊明倫又係24。梁家俊啊，仲有一匹坐騎嘅啫，就係第9場嘅風繼續吹。嗰只都可以搏一搏嘅喎，其實佢嗰隻間唔中都幫到手喎。咪有時好幫到手㗎。係。佢通常跑尾場㗎嘛。上次咪開條35成群 Q 啦。尾場。上次前次啊。
呢個輝煌精英輸咗俾兩次俾強手，終於贏馬啦。對翻啲正常人得唔得啊？話 OK，咁我咪贏咯。唔係，其實好在今次叫做話叫無驚無險贏咗啦。我其實覺得啊，佢嗰日步伐高，可能已經贏咗啦，已經1200。喺佢後邊嗰種點都全部都贏晒啦都。經常係強組4連環啊，362蚊。其實都易啦啦嘅，169應該係啲三大熱門嚟嘅，隨時啊唔係喎，四大熱門啦嚇，包埋10。四重彩就係預計派6671蚊，1269嘅順序。今日都係始終後擺喺前面嗰啲都係着數少少喎。 8場裏邊5場頭馬都係放翻喺前置翻嚟嘅。其實1200啊，應該尤其啊，又會即係前置其實會着數啲嘅一般。係嗰場增強比較大逆境追。咁你甚至乎你淨係頭2場，即係頭3場裏邊1800米又係放翻嚟嘅，1600米又係前置嘅加州動員，咁樣都明顯㗎啦。